带来我们爱读册，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又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了。我们在节目里头呢，常常分享许多阅读与书的喜悦。我真的很想要请教一下各位，您常常到你家附近的书店去吗？其实呢，书店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所有城市中的人文的美好空间。许多人在书店里面流连忘返，许多人在书店里面编织童年。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青少年在书店里悄悄的浪漫约会。我相信很多人会在书店里头找到许多美好的记忆。书店里头常常会有很多的策展，一个一个书架上的主题策展。当我们走到它的面前，真的很像是你插上了一个插座，然后就可以连通全世界。所以呢，书店真的充满了太多令你惊奇，而且许多丰富的资讯。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就是希望借着一群年轻人踏查书店，告诉你书店多么有趣。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的陈昭莹陈老师。谢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的老师陈昭莹。那陈老师呢，带着他的社群里面的其中的2位朋友，一位是奕晨。夏老师好，各位观众同学大家好。那另外一位呢是这个社群里面的心如。夏老师好，大家好。那我想呢，其实呢，透过这些年轻人哈，我想在这1年多里面，跟着昭莹老师做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是踏查台南以及台南以外许多城市的书店。我们还是要请昭莹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会有这个社群，然后这个社群呢做了哪些事情呢？在这1年之中，我们这个社群呢，它是一个师生共学的社群，那它是由我们的课程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课后的一个学习社群。那这个社群的名称呢是设计阅读与阅读设计。我们谈的呢是书跟人的关系，还有空间建构的一个思考。那这个社群是由我跟我的伙伴林秀鹤老师带领我们国语文学系8位同学一起组成的。那我们希望能让学生透过一个踏查的一个田野调查的方式，然后去思考现代书店的一个存在的意义，然后看到这些书店存在的样貌，然后进而去想想说这个书店里面所呈现出来人跟书的关系，还有人跟书店跟这个城市的关系，然后甚至希望能够带他们去想一想说，那我们国语文学系的孩子可以在这个踏查之后，这个文化观察之后，为这个城市或是为这个书店文化做些什么？对，其实能够从校园中走出去做一个人文观察，真的是一个最实体的课程。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现在慢慢很多实体书店也在式微了，是没错。所以当你发现一个城市地标不见的时候，正好让年轻人重新去省思，在这个转关的时候，我们到底能跟书店发生多少美丽的事情？那老师他们在这样子一个踏查1年多的过程里头，他们整个踏查的分布的版图大概是怎样子的情况？我们一开始是从我们学校附近台南市中西区开始，对，然后呢逐渐往外扩散，然后甚至到就整个大台南地区的一个部分。然后因为我之前有提过说，希望说透过跟其他城市的对话或参照，然后来看到我们属于台南这个地方的城市的一个特色。了解，也就是说你把学生希望他们这个第2期的目标能够到各个城市去。所以我们下半年度我们就走到了高雄，走到了屏东，那甚至也走到了兰城。对，了解，也就让他们看一看说别的城市怎么样去操作他们的书店，它的样貌。它正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哈。那我相信我们这些8位同学里头，他们走这样的1年的历程中，那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版图跟不同的分类的一个类型的书店了。想请教一下奕纯呢，你们在这么样的一个走访1年的过程里头，你觉得书店的分类的情况大概是怎样的情形？就是有很多种情形，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所思所想，大致就分成7个大类，对，包括说像风格型、主题型、实验型、复合型、甘仔店型、仓库型和社会责任型这7大类。老师，你们学校好强大，我都背不起来，结果你们竟然可以分得那么仔细，还记在脑袋里。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几个简单的一个举例说明呢？像主题型书店，我们就更多的倾向于说把它做成
主题意识比较强烈，就比如说像费雪斯，他们就主要是营造说童书这个概念，然后在这个概念上，店里的刊物和所有的书籍之类的，就主要是集中在童书，然后店内的活动也大多是跟孩童活动有关。也就是他抓住了一个儿童阅读的特色，就他做他的书店，也做到是他自己独一无二就对了。那还有其他比较特殊类型的分类的吗？像复合型，它就是比较相当于面向21世纪，因为电子书浪潮开始兴起，了解。然后传统书店就开始式微嘛，对。然后那样的话，书店也开始探索说，除了自己作为交流空间这一个平台以外的话，它还能做些什么？对。然后其中有一些书店，它就会开始探索说，更进一步发挥自己沟通平台这个平台。也是数位化的本身在这书店中，它的强大性就变成比较大了，是不是？对，可以这么说。了解。那在台南有一个类型是这个样的话，是哪些书店可以作为代表？像Room A， 它就是一个将咖啡餐厅和书店相结合，对，了解，然后发挥两者沟通平台的特色。对，所以其实如果到 Room A 去的人都知道，人家带个电脑一插，真的无远弗届的连通世界了哈，蛮特别。那还有比较特殊的类型，我们可不可以请心如跟我们来讲一下你们的分类里头比较能够去讲的这种类型化的书店？在我们书店的分类里面，我认为实验型的书店其实是我们分类里面一种比较特别的形式。那像这种书店的话，通常我们是以就是老板的理念去作为延伸，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老板他对于就是书店，他会有一种想要去挖掘某种议题，或者是去探索某种议题，因此他会以就是书店作为一个媒介去探索。比如像无有为书店的阿忠，因为阿忠店长他本身就是建筑师出身的嘛，那他希望说，就是他原本一开始在就是建立这间书店的时候，他是希望可以以就是建筑书籍为主要，然后可以跟就是对这个领域并不是很熟悉的人一起交流。那他后来以后，他也就是根据客群或是就是顾客的需求还有想法，就是他也想说，就是可以做不同的尝试。于是他之后就是他在某一段时间，他也尝试过了，就是像加入餐饮之类的这种复合式的书店。然后后来他又将就是他认为说，他希望可以将书店回归在建筑本身，因此他最后就是又回归到了就是建筑书店本身的一种经营模式。也就是说，它的主题上，他是希望说，我既然是个建筑师，专业我最懂，就讲建筑空间来做开始，然后最后结果呢，经过不断的尝试的结果中，他就觉得这个书店最后的定调还是以教一个建筑跟空间的普学课程，或是提供普学书籍为它的主要就对了。对，那你们也到过这个无有为书店去哈？你喜欢那个书店吗？很喜欢。对，因为我想那个我们的书店老板那个阿忠你一进眼你就会喜欢他了。但是你把它定义叫做实验，那老师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分类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阿忠他的实验性很强，他永远在实验状态，对，没错，这样很好啊。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永远觉得我每天都在被实验，或者我实验我的状态，这个人的能量真的是非常强我想这也是一个作为书店老板他必须要有一个生命的强度。那所以除了实验性的一个书店之外，还有哪一个分类带你来讲，你觉得它是比较有特色感的？我觉得社会责任型的书店也是非常值得讲。社会责任型听起来蛮严肃的对，应该说我们会把就是某一些书店分为社会责任型，是因为我们认为说它在对于社区跟社会议题上面的意识性会比较强一点。那我们认为说，就是我们考察了台南这些书店，比较有倾向这种书店的特质，大部分比较少集中在市区，大部分都是往就是像新化、新营这种就是地方去发展，比如像新营的晒书店，我们就认为说它是以这种模式。那新营的晒书店的阿斌店长，他主要一开始他成立的目标也是希望说，就是以新营的市民学堂，就是市民共学的角度去开创的。所以说，他除了就是主要卖就是书籍以外，他也就是有增加了非常多，比如像是讲座啦，或者是手作课程之类的。他就是希望说可以就是服务社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那所以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缘故呢，你有发现说它为什么会比较往郊区外？很有可能一个原因是因为市区
房租太贵了哈，对，所以因为嘉明过海的市区，为了它，我觉得坪效的关系，老师我们就发现这是我们现在看书店最大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它的坪效上，你应该要有这样的获利，否则的话。怎么养这个书店呢？那为了养这个书店，所以当然它就有一些没有办法专一在一个那样的一个社会型或是实验型的一个利益之下了哈。那所以呢，除了这以外，那我相信其实奕成蛮特别的是你这个透过在台南大学学习的过程中，你就深入到这样的一个书店嘛。那你看到我们台南书店有这么多的分类，除了你刚刚提到的之外，有没有你自己印象中最特别的一种分类型的书店？我印象中最特别的一种分类型的书店，应该算是仓库型的一种书店。仓库型的，对，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因为现在房租和地价会更为昂贵，然后书店运营成本会有些困难。是。然后有些书店它就更贯彻于说我保存书目这一个书店存在的本质意义，然后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负担那么高的房租，所以他们可能要选址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是。但是当你踏入这个书店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忽逢桃花林的那种感觉，就是豁然洞开。为什么你的桃花是因为你看到很多书呢，还是看到它里面的装饰，然后布置，觉得果然就是一个书店了？更多是书目繁多，它会给你一种，因为他们书目可能说没有布置的很规整、很完美，像那种大型的连锁书店，他们可能做不到。但是他们会把书店的堆叠，他们书店光是无序的堆叠在一起，就会有一种书山书海、树大便是美的感觉，对不对？书山书海的感觉。真的哦。那在台南有哪些书店是这种类型啊？像府城旧册店。府城旧书店，对了，它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它整个里面你看到一整柜，就是你能看到能翻的山海哦，真是这个样子。嘿，对。那所以呢，您对这种你会觉得比较好奇哈？对，而且府城旧册店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它会卖一些基本上已经很难找到的旧版的教材或者是日文期刊、教科书。对，不好意思，它1楼到2楼上去，整个都是一个日文书籍，对不对？这个老板很勤于去收旧书。其实，在台南的旧书店是要很大的气魄的，因为老师我们知道旧书店跟一般新书不一样啊，旧书店就是要买断就是老板的气魄了哈。所以因此经营旧书店的理念性要非常强，所以你们真的很恭喜，可以看到旧书店它的特色了哈。那我们想说，其实呢，那心如您看到的这样特色的书店的分类里头，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认为主题式的书店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分类法，因为像费雪斯这种童书书店，或者像是木维这种摄影书店，我们可以在就是书店的店主上面可以看到非常强烈一种特质，因为通常会开这种单一类型书店的老板都是属于对单一领域非常具有专业性还有热爱性的，所以在就是参访这间书店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就是在我们不了解领域里面涉猎到更多知识，然后也可以了解说这方面的书籍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就是实体书店就是不可取代的一种位置，那也是应该说店主的这些精神带给我是一种我觉得更让人佩服的一种坚持， 对不对？所以其实老师，我觉得啦，你真的要做到这种主题书，你还要真的有很多的 bug， 心理的强度要很大，因为它一定不赚钱嘛。但是理想性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我发现的意思，你们在做分类的时候，你有一个很特殊的分类，老师觉得你超厉害。那个分类叫做干仔店吗？干嘛店？闲了嘞？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一定会要有主题式书店进行这个领域的深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出生就已经能进行深耕。Gamma Diem 就更像是一个普及和科普的概念，就是它可能不会给你一记当头棒喝，让你说恍然大悟，或者说让你进行一个领域中成为高手或者专家，但是它就是一家很普通的，会等在你家街角，然后等你无意间闯入去，然后它不是说一定要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思考或者是反思，对，它更多是给你一个反抗庸庸碌碌的生活和逃离庸庸碌碌生活的机会。它不是说一个
梯子，但它更像是一个钥匙的概念。所以老师他当时在做这个分类的时候，您个人很欣赏这种分类，对，为什么？因为他是来自那个大陆，然后就他对伽马点这个东西那么的精准，对，而且因为知道台南的书店其实很多二手书店，其实我觉得走的是属于这种伽马点的那个风格，对，而且那时候因为我到北部去，然后到台北去看到一些书店，其实回头看台南的书店，它其实很大的特质，就像刚才一晨讲的，就是伽马点的特质，就铺陈在那里。对，第一个，它反正就是你可以很没有什么门槛就轻易走入。对，那走进去之后，哇，上面回龙屋，对，这就是你就很安心的可以进去，然后它也不是那种汲汲营营的要你进来或怎么样，它就是就等在那边，了解，很温厚的台南的感觉。它这个观察到很特别，因为我觉得台南的书店跟很多地方不一样，它就摆开一个，反正就是很亲民啦，书就是你的好朋友，你就进来就是了。所以这个书店的故事就很有趣了哈。对。那其实我们知道，老师您这次也帮我们推荐了一本书，就是富敏的《书店的本事》。对。那请问您现在当时为什么想要推荐这本书呢？这本书呢，其实也是我们社群伙伴一起推荐的书。对。那这本书其实杨富敏他当时在做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那个侯熙然导演他的那个书店里的影像师这个纪录片后面对接续发展的对。那因为它里面有介绍了40家书店，40家有，我觉得从北到南真的非常周全。外岛对，而且它里面每一个书店都有故事，是，就跟着富敏一直踏查去走。对，那他又跟那种纯客观的那种踏查那种观察书写是不一样的，他带了很多富敏式的一个文学书写在当中。我觉得很有趣。老师，我一直说您带这个社群是幸福，因为我在跟富敏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发现，透过这么样一个一代一代的不同的思考跟眼睛，我们真的看到不一样。我们真的更需要年轻人来看这个书店，对不对？好了，那我们知道你们的年轻人呢，曾经跟着我到南投的埔里的蓝城书房去。哎呀，你们看的蓝城书房这样的一间店，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呀？就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创新也很保守的一家店。说它保守是因为它可以就是说选择注入在蓝城社区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比较旧比较偏僻的社区。是。然后比较创新是我觉得他说因为黑妈就提出说蓝城书房并不是当做一家书店在经营，而是说他把他的生活空间对外的一个开放。我觉得这是对书店作为一个读书人和店主包括书本沟通的平台，这是一种很新颖的思路模式。对，其实当时的这个黑妈她是一个济南大学的德文系教授嘛，那她来到蓝城来做这个书店，事实上是一个我觉得很划时代里程碑。对蓝城这么样的一个很保守社区来讲，你真的也看到她其实在保守性的地方要做一个生根发芽的开创，事实上是不容易，但她真的蛮坚持努力了。那我们其实呢，我们也知道新竹，我们到那边看到它有书店有很多很特殊的风貌嘛，哈。那你对它的一个特殊风貌的感觉，你比较有感想的部分是什么？比较有感想是因为像那天下午，就是黑妈还有带着我们，还有就是美霞老师，我们一起就是走访了就是蓝城的各个巷落的，还有那个文学墙嘛。那其实那个文学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地方，对，因为它将就是蓝城人的一些就是他们的就是散文啊、影像或者是童诗，都把它就是用一种公共艺术的形式就是展现在上面。那一路走过去的时候，其实会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它是一种将文学就是融入生活，但是是那一种不经意下的刻意，比如像是我觉得小到他甚至连就是一个普通民宅下面的铁窗的锈蚀都会藏着就是一个童诗，它就是那个铁窗生锈了，然后因为下雨所以滴下来的那个纹路，铁锈的纹路，他都把它变成是一个诗，请济南大学学生来写，对不对？那种感觉是真的蛮特别。那所以你们在蓝城也住过了一个晚上哈，你会发现你们在这么样的一个下午的一个走读跟一个晚上的阅读蓝城书房，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书它比较特别的这些书店的特色呢？选书上面嘛，选书上面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是非常具有就是黑妈的个人风格，因为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其实黑妈对于各种外国文学啦，或者是其实对于就是地方的生根，所以说在选书的时候，应该说有一面墙，它是属于那种比较专业经典的文学，然后如果你问黑妈，就是说哪一本书里面讲什么，其实他都可以就是用一种我觉得很丰富的方式去跟你讲解，然后在另外一边的
的话，其实就是不止就是除了这些选书以外，它也就是增加了很多地方生根的一些刊物，或者是让我们更认识台湾这片土地。了解。那奕晨可能也很少有这样经验，看到一个比较地区性的一个书店哈。那您看到南城书房，您最大的感动，或是说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就是说，一家书店可以说不以盈利为目的，然后就以文化生根和培育一个社区的文化氛围为目的。对。然后，而且说他能做到大胆的打开门，让所有人都走进来，对，而不设门槛。我觉得这就是很台南，然后也很普里的一件事情。您也猜对了，其实黑妈真的是我们台南的女儿。我觉得台南呢，其实有很大能量，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人文的理想跟景深，放到很多地方生根发芽，真的就非常美。我想可能张明老师呢，今天也是希望你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踏查跟书店结缘之后，也感受这些。我想1年来呢，其实你们也写成了记录，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出版。张明老师一定对我们这个社群呢有很深很深的期许。那老师您希望用什么样的话来为我们这一年的努力的孩子们说几句话呢？那其实书店这个空间，这个阅读空间，在美国社会学家奥登伯格说法，他觉得是一个第三空间。对，他觉得说，在家庭跟工作场域之外，还有一个深具温度的空间，其实就是指望在书店上。那这1年来，我们一起踏查这么多书店。那我也希望说，他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放在心里面，然后不管他们之后毕业走到哪里，他们都能继续的把这个对书店的关怀，或对这个文化的一个关怀能够带出去。对啊，所以老师跟秀禾老师真了不起，种下一个很好的种子。奕晨一定感受很深哈，您到台湾来经历的所有没有经历过的，包括今天来录制我们这个节目哈，那参加这个社群这1年来，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就是我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书店在台南中的各种不同的风貌，然后这也让我对书店作为一个空间和平台的概念会更明晰一些。所以这1年来，我想你一定很深度去感受到台湾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能量叫做人文，对不对？那我想在台南的国语文学系、台南大学里头，也很庆幸有这群伙伴跟你一起挖掘人文很好的景深了哈。那心如呢？因为我一直以来会觉得说逛书店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那在这1年中，就是跟着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就是一起经营就是书店的这项计划，会让我觉得对于书店的各种风格或是态度会有更深的一种想法。对，那所以我在想说，假设我们今天呢，这个各位有兴趣的话，想要去看一看有关老师你们这些作品，比如说或是你们的文字记录，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朋友可能会很有兴趣，也很感兴趣，说去跟你们做一个联系跟了解。老师有没有提供这样的平台，让我们也可以去读到你们的这些资料，在还没有出版之前？在那个台南爱读册的专区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记录。这样子哈。那以后这个课程会开在大概是台南大学的，也是大1、大2、大3的课程里头吗？我们还是希望维持社群的状态，因为如果在课程当中的话，就比较难再往外去做课后的延伸。那所以直接就放在课后的一个部分，然后让有兴趣的同学自己来参与。了解。对，我想呢，其实呢，学校的本身在大学教育和它是蛮重要而伟大的一环，因为大学它提供各种的选择性，它也更重要一点是说，也许大学4年正好是我们所有国民义务教育之后，它可以做一个对自己生命的谨慎做确定的一个阶段。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踏查书店，把一个城市的一个社群，然后呢再跟学校的一个学习做一个连结，这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合。我记得在这个富民的这个书店本事里面呢，他有讲到一段话，我个人觉得富民讲的真好。他说，这些最初与书架、书店接触的场景，形成了界面，长而成为形象，生成平台。而你伸出手指轻触登入，下一秒你就会重返现场。这些小镇的书局或连锁书店，成为我们求学期间不断穿越的所在。
我们真的很感谢这个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的赵英老师以及秀禾老师，愿意在课后花了这些时间，带这群年轻人踏查书店，找到城市里头其实非常非常美好的风景。好，谢谢赵英老师，谢谢美霞老师，谢谢。那谢谢奕晨，好，谢谢心如，谢谢。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